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大会》，我是李丽丽。时尚国际媒体先锋变到青史行嘅高涨海交通，对今年年初喜来过后，广东人动心我来看一只全世界静态嘅高涨海交通。乡亲你是来过吗？建造为亚视台留下深厚嘅见证，同时佢嘅驾车佢嘅艺术性，无同样嘅人看，无听错会有无同样嘅看法。对当地人来讲，亚洲高涨海交通，佢带来嘅千动人潮，现在人潮就是前潮。不过对其他人来讲呢，知道讲一奇怪，说唔清楚亚高涨海交通老当地有乜嘅关联咯。今日村民大会就会对亚洲高涨海交通来出发，同时我来看也按多年来苗栗合作发展文化观光嘅利益，向下来看观光发展一条路，顺来去融合。开会了！今日非常歡喜來到嘅舞台鴉片哦，鴉片係T35個，來到鴉片就片到有一啲港口嘅意思，還有海水嘅意思，而且鴉片嘅背後就當減一嘅舞台講哦。今日來到鴉片就係嚟討論，而且當地有一啲新嘅建設、新嘅建築，按照高漲海交通，今日就向下去抽嚟。按到嘅來賓，還有當地嘅鄉親，大家向下來討論看南擺舞台會係乜嘅用嘅？然之一下就愛一天呢，當愛變出界。南擺也7-8年咧，舞台會係乜嘅時嘅用嘅喏？NT 首先為大家紹介今日嘅特別來賓，第一位來賓，我們為大家介紹的是布袋鎮公所的主秘蔡崇仁，蔡主秘，歡迎你。大家好。三號來係港醫驗政府觀光局副局長徐正能，徐副你好。各位鄉親，大家好，大家好。你好，歡迎你。三號來係交通部觀光局雲嘉南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的游啟課潘課長。各位鄉親，大家好，大家好。今日同時呢，還有港醫太后鴉片嘅欣賞我們來到現場，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的教授兼系主任蕭智慧蕭教授，你好。大家好。還有現場嘅安島鄉親朋友、安島嘅鄉親，大家好，大家好。我們首先來看到布袋最近其實變得十分嘅時行，因為講呢，因為鴉片有一個新的建築，叫做高漲海交通。現在呢，其實這個人氣王高跟鞋教堂，大家不停的在討論它，而且來到這邊的人呢，不停的打卡拍照，然後上傳。我們先來看看哦，這個高跟鞋教堂其實它很大很大，然後它是用強化玻璃製成的，就像這樣子，藍色非常的漂亮。而且呢，這邊是交通部觀光局雲管處花了2310萬來打造的。我們先來看看呢，最近大家一直熱烈的討論它，我們同時也來看看這半年來高跟鞋教堂給帶來嘅乜嘅現象。1、2、3。太嘅松年愛時，為2今晚嘅感情留下嘅見證。很漂亮，很漂亮。為什麼會來這裡？就是因為之前一直在電視上有看到，然後也有報道有看到，然後就想說，既然要環島，就是這其實也是一個地標，就是要來看一下。這附近應該還沒完全弄好吧？可是我覺得完全弄好之後，應該會更不一樣。對，因為現在是只有鞋子好而已啊。講嘛，有啊，東江啊，然後東歡喜啊，教堂哦，是一個很美好的地方，我哋要坐遊覽車過來。你爸很喜歡過來？冇啊，他搞全部東歡喜啊，希望嘉義政府哦做得夠開發一些景點。他家做的可能說有1年的時間內了他拄好。2016年年初，一隻藍色嘅高漲海沿風變到青石行，有一棟人清險我去看，雲管處會先啲港醫鋪台為打造高漲海，也團鼓愛對頭擺嘅暗陽講意思。因為較早吼，阮這個所在吼。就是沿海這所在，水質歹，大家攏食迄款水，要造成迄個腳會痛，所以一寡吼，這個千金小姐若要出嫁，吼，袂當穿迄個高跟鞋，所以這個高跟鞋就是這款來紀念，不比以前若要出嫁袂當穿這高跟鞋，變做赤腳新娘。我們做的高跟鞋，當地的烏角病的地區裡面，幸福就從此開始。所以他講說，做一個玻璃鞋，這是一個可能會對我們這裡做翻轉。
大浜野草高涨系交通，我哋讲台湾海船亲自行湖脚片嘅条摆，只不过强用一团久，大家想法都冇强用。那个时候很多人都不知道为什么你要截肢，甚至于死掉。那时候很多女性也因为没有脚就嫁不出去，幸福的美梦就破灭了。对乌角病的这一些人有点不是很尊重，我们觉得太便宜行事，太表象化。前头反头，张杰天我哋大草野草太起建筑。第1年、第2年在做的时候，我们在讲说，做小农啊，做渔村啊、深度之类认识啊，就做传统的。那结果呢，都靠政府资源去做。那我觉得这样子是比较无感的。那我们就回来，怎么先把人潮带上来？人潮带上来以后，再来带什么？带产业，带我们周遭的人文文化、深度文化。云管处说，先有人潮再谈地方文化嘛。那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他人潮已经进来了。那所以云管处下一个责任是继续追求更多的人数呢，还是要来谈地方文化了？那你现在说高跟鞋是跟乌角病有关系，那可不可以周边的这些小物件里面，可以有那么5件、10件是跟乌角病真的有关系的某些装饰艺术或创作？你这样才不会挂羊头卖狗肉嘛？木族头前嘅高涨蟹，有人知道真奇怪，有人知道係創新，一隻高漲蟹引起嘅各界嘅對話。从这座主体它盖好之后其实各界对它有不同的讨论。究竟用设计来拼观光，它是突兀，还是像有人说的它是创新呢？我们来看看云管处，其实呢，刚才处长也有说到其实最终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拼出人潮。到底人潮它来了是好还是不好？我们今天都要来请教先从给永晴还有呢，其实我们从一个非常实际的统计数据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云管处它这个人潮策略其实是成功了。怎么说呢？从它建筑落成开始，我们来看到今年的2月呢，高跟鞋教堂有多少人来朝圣？其实它2月就创下了40万的观光人潮。再来呢，隔1个月。它马上拦腰折断，变成了21万，减少了将近有1半为什么呢？其实2月大家还记得吗？因为有过年，所以过年这5天内，观众朋友，你知道它5天内创造了多少人潮吗？20万人次，所以它打造出2月的时候有40万，可是3月、4月它开始有人数的波动了。在未来呢，我们说它5月、6月现在已经快要暑假了，接下来的人潮表现会是怎么样？其实各界非常的期待我们在这边是不是第一个问题先请教云管处的科长？科长，请教这一份的数据，它的人次统计，它究竟是怎么统计出来的？用什么来当依据呢？其实我们管理处在做游客统计的那个面向的话，其实是有3个。如果有门票，我们当然就用门票；如果没有门票的话，可能就会用停车数。那像高跟鞋教堂比较特别，因为大家都非常的关注，所以对这个游客人数，我们是派我们的替代役还有工作人员在现场计数的吗？技术点。因为高跟鞋教堂它没有收门票嘛，对，没有。其实它现在是不是还没有属于正式开园的状态？因为我们现在是录影的时间是5月中，它其实还没有正式开园。对，它其实是半开放的一个状态。其实，在6月份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正式的一个开园。其实会选择蓝色，也是希望能够跟天际线去做一个结合。所以蓝天绿地在整个的海岸线看起来其实是蛮漂亮的。其实现在这个高跟鞋教堂它还没有算完全正式的开园。接下来透过周边的发展，还有夜间点灯起来之后呢，我们希望未来高跟鞋教堂赋予它的任务是1年为我们带来100万观光人次。这个数字究竟是多还是少呢？我们大家先把它放在心里，有一个数。我们在这边请教县政府的副座，在当初这个高跟鞋教堂是不是想法提出来之后，跟它最后落成，其实时间很快，大概是决策的时间，大家中央有跟地方来讨论过嘛？它的时间大概经过是多久？当然，以前一般刻板的印象现在停留在是嘉义事实上是一些那个盐乡跟渔村的一个印象，但是早期事实上布袋这边是一个我们所谓小上海之称是非常繁华的地方那我们是因为
可能在一些国家重要政策，还有一些包括盐业用地等等哈，像现在的一些国土计划法或者是湿地法等等哈，把这列为重要国家湿地，那我们很多发展都受到限制，那很多一些建设开发也会受到限制。但是我们会希望说，利用这个那个不同的一个吸引的景点来意象，然后来看看能不能有没有办法翻转这个布袋这个地方。其实我们来宾有一再强调说，希望的是翻转布袋，就是翻转这个原本其实是以一级农业为主的这个小镇哦。我们从这边来看看呢，其实呢，嘉义在义竹、然后布袋跟东石这3个乡镇，其实陆上养殖是非常的发达。这边2014年有一个数据。说给大家听听看，其实这3个沿海的乡镇呢，它一年可以创造出的产量是有57000公吨的这个陆上养殖。那它一年的年产值有多少呢？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它一年可以创造近49亿的产值。布袋就在嘉义的这个西南边，然后呢，我们刚刚提到，像刚刚副座也有说到，农业跟渔业是这里发展的一直以来的产业。那我们现在透过新的观光亮点，是不是希望可以打造未来我们来打造一个无烟囱产业？那在这边呢，是不是也请教一下我们在地公所？请问主秘，我们其实对于这个高跟鞋教堂其实是有一定的期盼。但是好像外界都在自从它完工之后，就有一点负面的批评的声浪。在您看的话，我们地方会觉得这样的批评声浪公平吗？当然，站在公所的立场，是以观光来带动经济，这是地方翻转的开始了哈。最近上行的知影讲高跟鞋，加伫电脑、伫手机，你甲点高跟鞋，造出来啥？就造的布袋镇。所以主秘，我们大家一直想要说要翻转哦，为什么我们这么急于想要翻转这个地方？因为地方已经没落太久了，中央南北失衡太严重了，重北轻南。重北轻南，而且我们这边也不北也不南啦，刚好是被遗忘。有点尴尬。对，遗忘。所以说它被遗忘，还真的是这样的状况。对。我们对它的期盼是真的要冲出新的观光亮点吗？对对。OK。好，我们这边也要请教在地的乡亲哦。我们说到这个布袋这个地方呢，其实它过去还有一直到现在，它的陆上养殖渔业非常发达。说到虱目鱼这个地方养殖非常的多，我们今天非常多的乡亲也是在从事这个部分的工作。我们在这边是不是先开放第一波乡亲来跟我们谈谈看？嘉义布袋现在呢，自从今年初开始有了这个高跟鞋教堂，你对它的看法是什么呢？你觉得高跟鞋教堂带来了什么？有人认为它好像跟当地不是很搭嘎。我们先针对这个请教在地的乡亲，你认为是这样子吗？这就是讲较早吼，原来这个所在吼，拢是抽迄地下水起来食，吼，爱地下水质歹，吼，爱造成这个脚疼，吼，这个千金小姐若要出嫁，吼，就要穿一个高跟鞋出来，吼，就脚疼袂当穿高跟鞋出来。对啊，其实这个历史离我们现在没有很久，对不对？在这个水质不好的时候，其实是不久的事情。无偌过代志，吼，就是讲袂当穿高跟鞋，就常变成做赤脚新娘去出嫁，吼，幸好即马有迄个自来水手，自来水通食，吼，一寡即个脚疼病拢无去嘛，吼，这高跟鞋就是讲这个新娘最好的纪念品嘛。咱若要做新娘，唔免烦恼讲袂当穿高跟鞋。对啊，那是有人来吼，有人来的话，你会跟他介绍说我们高跟鞋跟当地的这段历史过去吗？你会跟他介绍吗？可以。哦，好，谢谢阿贝哦。我们也欢迎今天呢，现场有来了蛮多的年轻朋友，你来跟我们说说看，对于这个高跟鞋教堂落成之后，你对它有一些期待吗？那我们想了解的是说，关于五角病的故事，为什么大家对于它跟高跟鞋教堂的实质的连结关系，好像大家感受没有那么强烈？所以你质疑的点是说它跟教堂的关系吗？还是说有其他的？就是在跟教堂的连结上，大家的感受上好像没有像可能在地人感受的这么深刻。那中间那个连结的点，是不是能够有一些补足的地方，是后续我们可以去做到的？你有一些建议吗？在这部分的话，其实我们是觉得说，能够在周边，就是后面6月之后的那些设施上面，能够如果有更多的包装，就像刚刚影片中讲到的，能够有5个或者是10个的物件是可以跟五角病故事有相关的话，我觉得应该会更好。OK， 好，谢谢你。谢谢。我们欢迎其他嘅乡亲哦，继续留言分享你对亚嘅古藏海交通，还有乜嘅期待呢？
也是感觉也个国产海交通可以为到我们布袋镇带来个正面的发展。什么观点？第一个观点就是讲啊，也是讲啊吼，我们故乡要相同民农，民农呢同布袋相同面临到人才外流，人口外流哈。错。对对，就像布袋这边。学生的留在上海机会越来越少，像布袋相同，我按道的书包提下来，问题是学生的无看到希望，伊就做的。所以也是讲啊，有人也有改变的机会，所以也在高上海下落来，我感觉像40人万、20人万，都代表一个条件有成功的，把人带过来，俺就有改变的机会。再来，第二个观点就会讲啊，我是感觉不管教育、文化、艺术来讲，一定要同一块土地、生活的人民相连，因为无讲到当地的故事，会突然讲啊，也外来的。再来，去到我们的创新艺术创新的面向来讲，我们应该当地人爱创作无穷的故事。我们的书包要讲头牌故事，后上的故事可以谈到各个新的故事。欣赏古总，你吃到跟亚狗长海高同亚哈老五角片跟乌角病的连结之外，还可以再创造出一类新的观点，系冇？当然，因为我们希望满足无穷样的族群，后上的谈到后上的故事。又可以，譬如来讲，举个例子来讲啊，我们底下发掘了罗浮宫、罗浮宫。罗浮宫头前有个玻璃的金字塔，亚哈太家亲好去看啊。错噶，也几十年以后证明，伊也个是真是成功的。我唔望今年大家看到高上海近5年、10年来检验，伊个人潮很有冇，再来伊会带来嘅不退用嘅发展，我是讲啊蛮正面的啦。因为我讲啊，我感觉吼，假是3人穷一心啊，我的不退也个往来咩相同发生紧啦。好，那在这边呢，请教肖教授哦。教授，我们从这个观点来看的话，现在高跟鞋教堂其实是不是对于它的期待，您认为大家对它的其他批评的声浪，或是说当地人其实对它的想象，大家一直说要翻转布袋，你对它的看法是什么？那我其实对于高跟堂这个教堂，其实我有一个很大的期许，就是说有没有可能以后在云管处，还有我们布袋镇公所，还有我们嘉义县政府的长官，大家共同的努力之下，大家共同来帮高跟鞋教堂来重新帮他找出一个新的定位，赋予它更多的价值跟创意。其实我觉得一开始刚才那个主持人讲得很好，就是说一个建筑物的落成，它到底是突兀还是创新，它只有一线之隔。好，那至于说突兀还是创新，就看后续所有在地乡亲，还有我们的中央部会，还有地方政府，大家能不能共同来努力思索一个大家可以共同接受的方向？我一直很单纯去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家都知道，诚如刚才布袋镇公所主秘有讲，他说以前布袋镇以前有一个别名叫小上海，那我觉得。布袋镇以后能不能再回到小上海那样一个繁华的风貌？我觉得翻转布袋不是只能靠口号，我觉得必须是中央部会给予我们嘉义县政府还有布袋镇公所更多的资源挹注，然后要有在地乡亲、地方人士，包括文史工作者，大家共同参与。我常会想说，一个建筑物基本上一起细耶。它是一个死的，可是它要能够有更多的故事，它必须能不能这样的一个观光热潮能不能持续的永续？我觉得需要更多的文史工作者的参与，赋予它更多历史的意义的串联。我觉得这样高跟鞋教堂才能够走得长远。OK， 谢谢教授哦。小上海布袋过去的称号，未来有没有可能翻转过来呢？主秘，现在高跟鞋教堂已经做好了将近半年了，你认为它翻转布袋了吗？你看现在周遭商家已经林立了，而且较早的土地。一边地，讲一个1-2万块无人买。即马一边地地主开，人也讲开5-6万，地主还阁无买卖。边仔遐个商家，不是那个住宅，以前较早是1间100万，即马是3间1000万。所以价值翻倍了。对，而且他不是买来放着，是咧开民宿，所以有眼光嘛。代表讲，这个开发是正确的。
OK， 好，这个是主秘的说明。布袋是不是透过它的沿海环境这样子的优势呢？现在我们透过一个新的行销包装，打造出一个新的地景公园，叫做高跟鞋教堂。以前是公园，但现在是有一个新的，已经翻转蚊子公园。那我们呢，赋予它一个新的婚纱的意涵在里面，就是因为大家要来结婚，欢迎大家来到这边，是不是最后可以创造出效益呢？还有刚才主秘说到，这个地方其实以前它是一个荒废很久的公园，没想到现在翻转了。未来呢，大家对于它各有期待。可是我们同时也来看看，这半年来高跟鞋教堂已经做好了，我们要怎么样接受它，甚至是期待它未来可以冲出更多的观光人潮。可是会不会人潮来了，问题接着来了呢？很酥哦。爆跟用眼剪拿开，就毕业到香香的米西。这就是海洋的味道，布袋。包店可以晒嘅用眼比一般的行較大，溫度當啲嘅薄。禮拜2日溫度總係10到0度，條價無限七測，唔過三無限多，千歡喜。高跟鞋起來之後，就有很多遊客一直來品嘗肉圓看高跟鞋，那業績成長3-4成有。以前平常會有這麼多？平常不會有，平常只有假日有，那現在是連平常都有遊客。希望未來高跟鞋能把整個布袋之前小上海的榮景再次呈現。遊覽車一台，沙丁一台，遊客一台，沙丁一台。佢哋人按到，當天人們知道有生意好做。高踭鞋帶來人潮，同時佢哋帶來商機。可能到附近嚟見又開始有人啲鴉片擺攤嚟做生意嘅。另外處理高踭鞋侵權嘅一條街路後，一下上嘅老幾大厝變做一條商業大街路，附近嚟嘅業者都這麼期待。高跟鞋周圍它會有賣店，把觀光客留在這裡，就像我們的墾丁大街那樣，然後它就會有一些步行街，像我們南體都有觀光漁法，它船可以開到好美山地，也可以去看紅樹林，那也是戶外教學的一種。布袋我覺得是漁港，所以其實有水上活動發展的空間。那我覺得其實年輕朋友蠻多，也會希望說是比較多一點動態的活動。而不是只是看看高跟鞋，看看鹽山，對帶動當地的經濟真的有它實質的效益在。來看鞋嘅人潮降落舞台，附近嘅民眾天熱就受到影響。每拜6禮拜吼，攏車輛真濟，人山人海。假日攏在遮較無方便啊，趕一條通路爾。人一多，交通打結，當地人他就會有一些不方便，這是絕對的因果關係。而且這步行橋它已經是圍橋。那為了要解決這個問題，它勢必新的橋就一定要做，你來解決這個交通問題，也順便解決這個步行橋老舊的問題。主要嘅建築做好嘅，每年高鐵嘅問題咪天天嚟照出來，員工處千10萬去畫出行卡道嘅藍圖。高跟鞋這個東西，我們是一個建築物，那裡面是一個多複合體，那以後可以辦結婚啊，拍婚紗啊。也可以辦音樂會啊！我覺得雲嘉南地區我們這裡的水景很好，陽光很多。那我們覺得我們台灣很多人去拍婚紗了，台灣拍婚紗裡面很多都是缺乏的戶外景。那我們做這個變成一個戶外景，我們希望是從婚紗、戶外景完了以後，人家來拍婚紗、結婚啊，住在這裡。那這個東西就會變成我最終的目的，就是要招到飯店。有大有獎嘅高踭鞋，大家對佢各有期待。真的是大家對於這座高跟鞋教堂各有期待，各有期待哦。還有呢，我們來看看大家賦予它很多很多的任務，為它畫出很多很多的藍圖，希望它可以創造效益。可是大家可以來想想看哦，或許它跟當地的關聯可不可以再深厚一點？像剛才我們教授有提到，跟當地的文化、跟當地的環境有什麼樣的關聯呢？或許先問問大家哦，大家心裡有個底，一說到布袋，大家會想到什麼？我們來體檢看看布袋這邊的產業發展好了。過去還有一直到現在，其實是漁業佔最大宗，再來是農業，還有呢，其實我們這裡把鹽業也放進來。可是大家想想看，最近你來到布袋，還有在發展鹽業，你有看到大家在曬鹽嗎？或許是一部分。而這張圖呢，其實要告訴大家是，民國80幾年，就在20幾年前的時候，鹽業在當地是非常發展的。所以你也可以看得出來，鹽業是布袋人這邊跟他的生活息息相關的地方。我們再請教鄉親哦。大家呢有沒有想想看，高跟鞋教堂可以怎麼樣跟當地的產業更加有關聯呢？我們歡迎大家提出來，你有什麼樣的建議，什麼樣的看法？我們一起兜出布袋未來的發展藍圖。歡迎鄉親。
阮东港里伫布袋的西边、东边，阮遮其实大家来讲来布袋哦，因的印象是渔村、盐村，其实阮遐是农业真发达，全省的菜脯有9成是为阮东港出来。东港出菜脯。对，东港的菜脯。因为咱遮较早是拢拍盐，种拍盐是天然的防腐剂。较早农业时代无法度冰物件，无冷冻，阮生产过程就是爱靠盐甲生起来。你看卵巢来就带动前朝嘛，阮就希望伫高雄市遮吼设一个游客中心，提供阮在地的特产，互外围互来遮游客早顿的，互别位人知影咱遮有出产菜脯。OK， 好，谢谢里长哦，提出来了一个新的看法哦，是不是再来新建一个新的游客中心，打开这里的知名度了？还欢迎其他的乡亲。我问各位乡亲哈，高雄教堂刚建的时候，在之前我们得到什么？是什么呢？自力更生，我们要自己打拼啊。那是不是你高雄教堂你做了以后，好，我们刚才有个数据，到现在已经最少有80万人进来，人潮就是钱潮。好，那我们不敢说啊，那么多人进来，我们产业一定会发展得很好。但是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啊。我们必须，我们乡亲也要自己去打拼嘛，怎么去配合政府去推动这个建设，不是说在那边等政府。像我们布袋，我们嘉义县政府，我们每一年在地方举办2个大型的渔业活动，一个就是千人宴，虱目鱼千人宴，第二个就是狮王争霸，两个重要的活动。但在早期之前呢，没有人潮进来，很多游客进来说，那我来你们这边参加一个活动，那就没了，那我去哪里？是不是？那现在有高跟鞋教场，甚至我们有3D 彩绘，带状车，我们以去年来讲的话，来客数就有大量的暴增出来。我们要的只是说有当地的有一些比较有亮点的建设来进的地方，让地方能够有机会去做更繁荣的一个发展。当然一定会有很多反对的声音嘛，但是反对的声音，我有在想法说，我们讲到这边哈，那有反对的声音出来，那我想请问那些反对的人，在地方还没有建设之前，你们关心到地方什么事情？是不是？那为什么地方有建设？虽然它是比较突兀一点，但是最少它是一个亮点。OK， 好，谢谢这位大哥。我们先说到这里哦。人潮就是钱潮，还有呢背后的商业利益，其实当地人是非常期盼的。或许有一些反对的声音，可是呢，大家提出来说，是不是每个人可以换个立场想想？所以其实是很期待这个新的建筑带来了新的发展。还有其他的乡亲有发表意见吗？大家最近唔知要食过迄个牛奶糖哦，生用的牛奶糖，有加盐的迄支。这是一个新的亮点。新的亮点啊！大家知影迄盐是对出产的无？那个盐就是咱布袋洲南盐场。是。其实咱布袋吼不缺少美食美景好食材，大家认为讲盐啊，大家嘛知影讲盐是布袋甲七股迄方面生产的，但是现在的游客认知里面只有七股，但有这样卡盐，大家唔知影讲盐类的生产布袋是第一间，布袋是最原始式的布袋。要拍盐的主要关键就7个字嘛，那个雪地风光人晒盐，那刚好布袋365天是有这样子的优势的，有这样子的优势，因为它是引进海水，引进海水之后用那个盐池来曝晒，所以会产生盐花。但是目前的精制盐呢，因为它利用离子交换树脂。保留氯化钠99%变成精盐，但没有原本海盐那个风味。所以老板，你会认为人潮就是钱潮之外，还可以用文化带动观光？对，就是目前洲南盐场它是一个文化盐田，之前没有人知道，但是因为高跟鞋的效应，大家有看到啊。以前大家拢随人做随人的，广告嘛随人广告随人的，所以大家来布袋唔知影讲，对有啥物好耍的，有啥物文化通看，包括咱布袋嘛足侪做好诶，像冲水路啊、新文冲水路啊，过沟遐有火把文化祭，包括咱布袋就近的囡仔古这种足侪故事啊，足侪庙宇的活动。所以用故事来行销，然后串联各地的景点。对对对。OK， 好，谢谢尤老板哦。还有其他的乡亲吗？我们再欢迎你提出。现在高跟鞋，然后带进来大量的人潮嘛，那就是希望说，比方说政工所或县政府的部分，可以再加强。展示一下，说我们布袋还有什么其他的特色，比方说用公布栏的方式啊，或者说看板的方式介绍出来。像我们布袋这边，就刚刚讲的，除了那个菜脯是最大宗之外，我们在虱目鱼加工跟白虾加工这方面
都是全台算是产量很大，数一数二的，对对对。然后包括说一些其他的农业啊、白米啊什么之类的，对，就是希望说可以借这个机会。所以你也会认为说布袋它其实被遗忘、沉寂了很久，现在可能有一个新的建设，我们要乘胜追击。就像我刚刚在参加这个会议之前，我有到现场再去绕一圈这样，但其实我觉得有新的感受吗？就是他们对，当然有很多人潮，有新的建设，但是大家在逛的过程中，就会变成说他们只认识了高跟鞋教堂，他们没有借这个机会去认识到布袋。是没有机会认识，还是没有东西让他认识？就是我们也没有主动去有一个看板啊，或是一个一些或者一个甚至一个文物馆或什么的，去跟他。人潮都进来到布袋了，可是他却没有，对他没有一个机会去看到那个东西，对啊，毕竟一些人没有办法手机上网啊什么的，对，就是希望可以借由这个机会，就是可以推广一下当地的物产，甚至像刚刚尤先生介绍的说一些布袋一些景点啊，一些活动这样子。好，谢谢这位大哥哦。大家提出来很多想法，也抛出越来越多的建议，好像大家在把布袋未来的发展像拼图一样，一块一块把它拼起来。但是呢，他给他提出按多嘅建议，亚洲风蛇作为斗盟，它的可行性高吗？人工高高效，人强哈，我请天成的来宾一一来回应。歡迎向前繼續進到全面睇飛嘅討論現場，今年呢頭一擺來到港醫鋪推亞變哦，加上青東引出更多講，是不是嘉義被遺忘太久了？它長期以來發展不均衡、資源分配不足的狀況情形之下，所以現在有了一個新的建設，叫高跟鞋教堂，所以大家賦予它好多好多的期待，幫它畫出好多好多的藍圖。像剛才各位鄉親呢，也提出了很多的建議方式，我們這邊再來體檢一下。布袋呢，它以漁業、農業發展為主，這是一直以來都是現在這個樣子。未來有沒有可能透過觀光加值？這邊請教雲管處科長哦，未來我們有相關的這個串聯產業的一個行銷方式嗎？觀光配套呢？哦，其實這個小漁小農的旅遊，其實也是觀光局一直在推的一個旅遊的一個方式哦。因為有人了之後，我們才可以去規劃行程。所以還是人要先出來。對，人一定要先出來，不然的話，我們之前在請旅行社在規劃一些相關的行程哦，因為其實反應都不好。那因為遊客來了，他可能就覺得說來看一個高跟鞋可能太單薄了，沒得看了。對，我們可能就會結合周邊的一些小漁小農的業者，像他們講的那個虱目魚白蝦的加工過程，其實我去看過，其實我非常喜歡。然後其實我之前也想說，這樣子的遊程是不是可以包到遊程裡面，讓遊客來做？前面的人潮這麼多已經創造出來，怎麼樣讓它持續下去，而不是像前面的數據，它馬上人數的那個波動是攔腰砍斷，之後假如更沒有人怎麼辦呢？其實一個新的景點的產生呢，其實我們不管是景點或者是產品，我們都會有一個生命的週期。到達頂峰之後，就會慢慢下來，然後到最後是持平的一個狀態。你覺得高跟鞋教堂它的生命週期可以延續下去嗎？它是可以延續下去，因為我們後面還有很多的建設在做。好，謝謝科長。那我們地方應該怎麼配合呢？副座？就如同剛剛前面提到的說哈，其實大家都已經期盼太久了。那這個猛藥一下了之後，事實上會發現說我們受到人家重視啊，這個是我們在地方一個心聲哈。那我們受到人家重視，比如說舉例來講，我們的布袋商港，那現在交通部航港局就重視了，它原本他們要不要開發，要不要投資，都是看你的觀光客有多少，你一年來到這個港有多少人。所以人不足的話，後續什麼都免談。對。所以我們現在可以很大聲跟他講說，我們的一年的遊客有多少人，那你趕快來投資建設，那這樣子我們才會有受到重視，人家才會來投資。如果我們還是停留在以前的漁村的印象，他會認為說你這個地方就是這樣而已，不值得投資。我們在這邊也要看看客家總哦，要按動業來，每啲嘅發展觀光，唔過呢發展到用嘅，因等等記載腳譜，向下來去美麗可那。整體複查天天嘅聲音來，頭擺所以讀到球場線複查複試，一台綜合來嘅千多年，對一下開始計算，再過2年，共用嘅素材可能會有冇共用嘅用嘅。球場線除了複試以外，還有乜嘅新嘅可能哦，一下有嘅新嘅計劃，最二樓利用本地嘅複查路，當個樓嘅建一啲標嘅，設計一啲複查路嘅上查，按照 rail back，本大家啲鴉片做啲來去上查，體驗可能觀光風景。不錯。
铁道自行车你就可以走很远啊，你可以沿着火车车道去走以前旧时代火车走过的路啊。以我们观光业者的立场来看，也是很好。我们可以带客人来这边呢，骑铁马啊，运动一下。喜欢骑自行车啊，不错。我伫条分落的，哎呀，就不用尬落聊一下。如果可以到龙腾断桥的话，感觉就是很不错。对，因为现在很多地方都有开隧道，去隧道里面会去点一些灯，会美化。一下研下是做地火车路线协商做经验，2年过后就会有新的搞法呗。因为我们 Q 闪线的铁轨其实算属于小轨的，小轨哈，它因为它的跨距是比较小的哈，像欧洲那边它是比较大的。那我们是锁在那边，它是第一个安全性是够的，然后它是可以坐4个人，它可以在上面哈，也有可以辅助哈，也可以用骑的方式。我们是这样子哈，让慢慢然后来欣赏Q 闪线它这样子一个美的地方。今日新观点，二楼头摆嘅看板出墙来，火车路上查计划，咁做的为顺坡嘅施政带来很较多嘅发展。捏它老鸦片哈，它会从圣心火车站玩到龙腾断桥，可是这个中间的那个交通动线是只有单线。我相信如果龙腾断桥跟旧站线这边做铁道的那个自行车的话，问题一样是会重复的。比如讲桐花季的事件、云火龙的事件，全部都是外来游客全部塞在交流道，或者是找不到停车位，所以他们就败兴而归。我觉得这是最大的问题。面对观光亚展，自家做强怕做唔得，要整合很较多嘅资源。能够一片kyung用係講文化故事，kyung用係對客家出發，而係客家研究以前各界經討論。我們在自己的歷史記憶裡，全部看不到所謂的圓樓、土樓。我們的歷史記憶只有客家嘅火房，所以我們不知道我們的圓樓從何而來。当地人必须要以一个非常强固的这个建筑形态来保卫自己。我想这是土楼，那台湾不需要。台湾需要的是一个非常紧密的一个对于跟自然的环境跟人文的环境相结合的一个建筑的空间。建筑见证历史，比起以前要先总体计划，要對本地嘅資源出發，創造出新嘅價值。還係要用全新嘅構想來打造觀光亮點，為大家來對話。在发展观光的这条路上呢，现在大家有了共识了。同时，现在布袋为了希望这个高跟鞋教堂新的建筑主体能够为未来找到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同样的，我们看到这个客家庄哦，它现在也在文化观光这边不停的在找未来的道路。我们刚才看到的例子是苗栗的旧山线，还有客家土楼这边圆楼哦，一个是在3义这边的旧山线。铁道，那其他的这个土楼，它现在是在后龙这边。有人就说了，它好像有了土楼之后，就算有人批评它，可是有人说去到后龙好像不用出国就可以去到好像出国一样，因为呢这个土楼在福建这边它是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所以是不是复制那边的方式来打造我们当地的文化观光呢？相信布袋现在引起大家热烈的讨论。那不知道教授您怎么看呢？觉得这2个案例哦，跟布袋这边是不是有一些好像有一点雷同的地方？我觉得一个建筑有没有价值哈？我觉得除了是原本当地的特色赋予的价值跟意涵之外，我觉得后续就看后续的人当初建制这样的一个设计，这样的一个高跟堂教堂的人，后续怎么样去包装它，怎么样去定位它跟说故事。我常爱讲说，一个地方不可能永远只有旧的东西，它当然一定会有新的东西进来。那至于说很多人都会误以为说，那新的东西永远就要当红花，那旧的东西永远在当绿叶。我不这样觉得哈，我觉得一个地方一定要有新有旧，同时并存。那至于说谁当红花，谁当绿叶，我的观念很简单。就看我们各地的县市政府，也许是云管处，也许是嘉义县政府或布袋镇公所。当你今天在规划整个相关油气的行程路线的时候，这个行程路线它的主要主角是谁？那他就是主角，那剩下的人就是绿叶。当配角咯。对，那配角主角大家轮流做。OK。
有红花，但也要有绿叶陪衬。刚刚教授说到，有新有旧同时并存。我们来看看布袋，其实过去它被称为是创造了一段白金岁月。就像刚才提到，民国80年，甚至在以前的时候，布袋这个地方是以晒盐占它的生产大宗。那从18世纪起，布袋这边就一直在发展盐业。可是到后来呢，政府开始废盐。但现在近年来开始有人在希望说，在废盐之外，我们是不是可以来发展文化盐田，让盐业继续发展起来呢？刚才呢，现场的乡亲也有提到这样子的例子。镇公所，您觉得主秘这样有可能吗？我们可以从有新有旧，像盐业这个地方就是旧的，未来有没有可能结合旧的这个产业，然后赋予高跟鞋它新的价值，可以把地方串联起来了？其实咱讲的是讲高跟鞋是一个起点了，当然我们有一连串的这个深度的理由了，包括主持人所讲的盐田，等于讲我们要结合周南盐场，它现在在开发，从较早以前的盐为拍到晒盐的经过啦，它有做一番的诠释，想要再把它恢复，所以它有一个叫周南盐场。你觉得它有这样子的全新价值的所在吗？重新诠释的价值？我认为应该可以，但是我讲的是说，除了周南盐场以外，我们还要结合其他的观光景点嘛，比如说咱清楚有一个旧的南路本株式会社，还有一个婚纱美乐地嘛，布袋老街导览旅游，还是较早旧的海关，要建一个小型的类似于一个博物馆。跟有一个日本真爱亲王登陆纪念碑，咱上重嘛是讲咱的3D 彩绘村，搁咱的专属教堂，这一连串的深度的旅游，我都把整个布袋再翻转出来。我们可以看到布袋它拥有商港，然后同时它也有一个新的观光港、游艇港，然后它有鱼市。还有当地的美食，这些是不是可以把它加以串联起来？然后中间还有一些社区营造、社区发展的部分。我们欢迎乡亲继续提出来您的看法。还有说，现在是不是人潮进来之后，钱潮也进来了？但同时交通问题跟着冒出来了。面对这些交通问题，后续衍生出来的这些小状况呢，你有什么样的建议？既然个人已经出来啊，游客嘛入来啊，就是后壁政府爱脚步爱较紧的。会当来到这个所在，交通问题重要的游客来，便所有问题，今仔日查甫的搁好呢，边仔挖一个头会使，查某的爱6、7支雨伞围咧较会使，这嘛做麻烦的所在啊。是。咱就是讲，伫咱地遮袂使讲反转，你若讲反转叫老的拍死。因为啥？咱是讨海人，讨海人上惊啥？船啊出去，你若讲反转。爱创新。哎呦，原来是这样。你袂使讲反转，你话这老岁仔人转变对不对？要转变。以前老岁仔人伫遐加牌啊，你行我看，阿伯啊，你这只牌啊遮大只，出去海里毋知会变袂无？哎呦，这样子不行哦。所以咱袂使讲反转。我们要说转变、创新，对不对？爱改变，新的旧的同时并存。对。OK， 好，谢谢里长哦。里长提到了，现在好像人一进来之后，交通问题，还有附近周边配套的问题，是不是突然来的这个人潮、高跟鞋教堂创造出来的新的观光客，可是让当地却是有一点措手不及呢？有关交通的问题的话，还有其他在地的乡亲，您有实际的看法吗？交通部分。各位乡亲，大家午安，我是嘉义县警察局布袋分局的分局长哦。刚听了在座很多的乡亲，还有我们的产业的业者，对我们高跟鞋教堂跟好美里的3D 彩绘器充满了期待。我们一直在强调的人潮带来了钱潮，有非常多的愿景跟美好的想象，但最实际上的问题就是人潮来了。所以分局长，我们实际的观察，真的有没有因为这个新的观光建筑，然后比方说让我们的勤务变得开始很忙之类的？当然有啊，在我们其实，在分局的部分，去年的7月跟今年的去年12月，我们就已经密集针对好美里的3D 彩绘村跟高跟鞋做了高达3次还有6次的现刊，3次会6次现刊哦。那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哦，有分2部分来讲哦，分局的动员的这个勤务的繁重程度，应该是30年以来之最哦。当然，在目前哈，在停车场还没有充分的提供，或者是说在新桥还没有盖之前呢，分局
局的立场呢，只能够就现在的道路有限的环境做全力以赴了。这些号牌的提供也好，或是疏导管制，或是动员大概一个假期要30名警力在各个路口去超灯，或是疏导形象的分流，做这些实际上能够解决现在问题的部分。那至于未来停车场规划跟新条的建制跟整个蓝色公路的建制，70分局也抱持着非常期待的，我们政府部门跟我们地方的代表部门能够全力来推动，一方面能够让这边的交通能够更进一步哦，就是以现在来讲是人多车多，但是至于还好不会特别的乱，那未来可以非常有舒畅的一个旅游的环境。以上是分局的说明，谢谢分局长。那实际它确实带来了交通阻塞的问题，有没有办法解决呢？请教大家。之前规划一条连外道路那一条，本来是主要是交通路用嘛。那县政府我们张县长是期待把它制造，不但可以疏通我们的平常的交通用，又可以当做一个景观桥。那可是那个景观桥你需要环评，可能时间会久一点。那现在比较快速的方法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取代或者是便捷的替代交通工具？也就是说，本来我们这第3渔港也是完成很久。但是都一直没有使用当中。那这一片渔港大概可以容纳几百辆车，应该没问题。那第一步有可能县政府现在他们就在推低碳巴士、电动巴士，那可能所以要接驳的人潮对，这边会先做一个转运站，然后把游客导向这里，好，然后在这边低碳巴士或者是电动摩托车、脚踏车让他们过去。然后第2步有可能是南海路线，就是说这渔港。他只要到高跟鞋南部做一个浮动码头，那这边的人可以走这条蓝色公路过去，也可以欣赏布袋这沿岸的那个风景，那又可以疏解这个交通。现在是目前是县政府比较积极准备要进行的两套方案制，这样子。谢谢议员，我们来盘点一下在地的资源，像刚才有说到有商港的部分，还有渔村，还有红树林，所以我们是景点可以把它创造起来，那搭配附近配套的问题把它解决了，似乎未来是越来越好了。还有其他，我们最后开放乡亲来提出您的看法好吗？我们欢迎你现场补充。当然，因为咱不但有过去的小上海时代，迄个时代就已经有4、5万人啊，你甲看，因讲沉寂30年，我说不止哦，可能都半个世纪多了那现在好不容易有个高跟鞋能见度出来了，大家看到了，但是大家来一窝蜂跑到高跟鞋，下一个景点就是3D 彩绘，可是他忘了溜达底下还有一些很深入的、很有人情味的、很好吃的，包括讲，阮有个人客，阮会甲介绍讲，若要食上好、食上有特色的，就是来甲乌皮遐有大肉丸，嘿，若要创新，第一个有阮的蚵仔包，搁若要新鲜现捞啊，伫咱的海中鲜，若要有人情味的吃法，到我的龙彬餐厅，当然还有大家都知道的迎宾餐厅，很多很多，琳琅满目，讲也讲不完。所以我们在地有非常多的优势，我们对它的未来的发展都非常的期待哦。但是呢，曾经在立法院这边呢，曾经有人问过，我们需要10多个教堂嘛？那确实是有这样子的讨论，因为我们从这张图可以先跟大家说明一下，台南这边有北门水晶教堂，后来呢，就是因为它成功创造出话题、创造出人潮之后，复制了这样的方式来到了嘉义布袋这边，未来有没有还更多的可能会往上继续复制呢？所以有人问了，我们需要10多个教堂吗？但是呢，我们今天听了非常多乡亲哦，大家对于我们这边嘉义布袋的差异性，还有认为我们是非常有竞争优势的。假如说刚才大家提出了这么多问题，交通问题，还有其他周边建设配套把它做好的话，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更有发展的利基点呢？我们最后再请教乡亲，然后请我们现场来宾一并来回复好吗？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嘉义大学行销所的那个沈博乐。然后我想想说一件事情，就是说今天我们都在发展的是硬体。我们今天假如说把它硬体盖下去了2300万的一个价值金钱投入在这个地方，我们是不是要带动整个沿海地区的一些沿海地区的产业翻转？再来就是文化上的翻转，再来就是如何让沿海地区跟山区的产业做结合，跟观光做结合，这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东西。因为一个点基本上不够，因为它的蕴含量不够，因为我们需要的就是台湾
到处都是海港，一府二路三艋甲，但是有多少个海港可以成功转型？但是我们看到了北门的教堂，它可以创造出话题，高跟鞋也可以创造出话题，但是它的人文底蕴在哪里？这是我们想要看到的。因为这个时代里面，年轻人要回到乡村来，基本上是有一个困难度的。所以同学，你会认为，假如说台南有水晶教堂，嘉义高跟鞋教堂，你会期待别的地方还有其他的教堂吗？我不会期待有教堂，但是我会期待说，这个教堂能不能带给云嘉南地区的沿海的一些城镇，能一个翻转的机会。再来就是说，嘉义地区、嘉义县、嘉义市能不能配合？因为云嘉南地区是农业重镇，它有没有办法借由这个高跟鞋教堂来做一个农业上的翻转？我们最后就请我们的现场来宾，针对未来的建设，然后交通配套，还有刚才乡亲提出的问题，我们一并来做一个回复。首先先有请科长。其实观光它其实说穿了，它只是一个行销的一个任务而已。那我们是希望透过教堂这样子的一个行销议题，把这个地方把人带到这个地方来，唤起大家对它的重视，唤起大家对云嘉南的注意，然后不要让这个西南的偏乡那个乡镇呢能够被大家所遗忘。谢谢科长哦。副座，请问我们观光局哦，虽然是观光文化这个部分，但是其他像刚刚也有提到说，交通的配套没有做好的话，其实观光是搞不定的，那怎么办呢？我们要怎么样把大家的这个意见汇集起来，带回去县政府，大家各部会、各局处一起来讨论？就如同刚刚讲的，我们现在高跟鞋教堂盖好之后，把人潮带进来了，我们衍生了一些包括交通问题，那也同样也造成大家的重视。那未来我们县府这边，刚刚议员有提到我们这边又希望会跟中央来争取未来我们的连外道路的开辟。那这个还有布袋商港本来原本的渔产加工专区，整个旅馆的特定区等等我们包括游艇港那未来都会看到希望，业者也都希望赶快来投资。那包括文化的底蕴的部分，我们事实上在我们的洲南盐场这个我们赛演的这个体验事实上在我们的地方文化馆的推动还是不遗余力那因为早期也是因为纯粹只有在地方的文化小旅行在推动，那目前看起来就有机会可以把这个点然后拉上跟旅行社结合，然后跟我们故宫跟甚至到阿里山，我们可以整个旅游动线的串联可以来到这里可以深度旅游，那也带动这里的观光的产业的发展。OK， 好，谢谢。最后，我们也要请教主秘交通的这个问题有办法解决吗？大家好像抛出很多很多的构想，很多的蓝图，堆造出一个很漂亮的泡泡，它怎么办？泡泡它会不会幻灭呢？其实诚如我们蔡议员所讲的，交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一下子人来做街，那是过年期间一天就有来了3-4万个人。你说交通没有在第2条桥的话，甚至要第3条桥，我想县政府会尽量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经费上的问题。在布袋重工所的话，乐观其成，全力配合。OK， 好，或许大家都是乐观其成，那中间有什么样的困难摆在眼前，需要一一的把它解除呢？这个我们后续也必须大家一起来关注哦。最后请教教授像刚才说到，我们需要有10个教堂继续再盖出来嘛？观光模式是不是就 Ctrl+C、Ctrl+V 复制贴上这样子？过去的教堂盖了，那后面的一个教堂可不可以盖？我觉得可以。但是我常在想说，更困难的挑战不在于盖这个硬体，而在于这硬体盖了之后，那人文、风土民情搭配提升了没有？否则我觉得只有空有只有盖了一个教堂，只有硬体进来，软体没有进来，人文没有进来，我觉得就会变成一个人他空有躯壳没有灵魂，我觉得那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觉得深度的提升是很重要的。深度的提升 ，OK。好，我们现场还有其他的乡亲、其他的朋友要提出来吗？我提供几个意见的能够有盖渔业馆。渔业生产过程的一些道具了渔业馆还有那个盐业馆假如说周边能够有观景台加上我们的游艇港，
这一些都把它编列在一起。还有一种是观光树木仪工厂，我们到处都有了吧观光树木仪工厂，假如说那个菜脯嘛也可以了这几个点把它连接在一起。大哥，您是在地人？我是在地人， OK， 土生土长的。好，谢谢你。分局长，谢谢你了，交通混乱，多谢你了照顾得很好，一言很好，谢谢你今天呢，大家陆陆续续一直抛出很多的想象，未来有没有可能布袋这个地方可以再重现小上海的荣景，甚至高跟鞋教堂未来它会变成布袋的代名词？大家是很希望的，甚至是很期待。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认为高跟鞋跟布袋连上了关联，你乐观其成吗？有更多的想法，欢迎你可以上到社群网站跟我们一起讨论。今日呢，非常感谢向前来同大家作为暗道嘅討論，我希望咱擺普台發展到更加好。全民台飛，感謝你嘅收看，再會。